好，来继续是正大的消息。来看民进党昨来召开着全国党代表大会，通过县市长提名特别条例，讲敢若基隆市、新竹市甲屏东县这三个县市要来办初选，其他的县市拢由党主席提名，中执会通过了后，就来征调。这是互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真气愤，伊来呛讲，昨是民进党上届见效的一天。因为民进党过去只有伫个艰难的选区，才由主席来征调。伊批评这个蔡英文，秘书是希特勒，甲党主席的权力是扩大到无天无地。不过，民进党嘛有立委出面来帮忙讲话咯，讲这个制度已经实施真侪冬啊，讲这个最后到底要提名谁，嘛毋是讲党主席一个人就会当来决定。一起来站在让台湾更有利的战线上，这就是正面迎战。民进党开全大会，主席蔡英文为参选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的林静怡授旗，气氛正热。验过会中通过2022年选举，除了执政届满的基隆市、新竹市、屏东县三县市需要办理初选，其他县市由党主席提名，经过中执会通过了征调，引起学者的批评。2021年11月14号是民进党的党耻之日啊！党主席权力扩大到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有艰困险区要征召。除此之外，绝大多数的地区就是开放初选。这是相当的霸道，相当的独裁啊！民主国家没有人敢这样子，他一定会角力啦，但是不可能规划旁嘛。蔡主席互人批评讲扩大权力，当然台南前立委林罗水嘛看甲袂做咧，立面且质疑讲总统敢是强调伊爱总统制？请问200年来，倒一个美国总统讲卖个乱啊，州长提名权归我，总统初选嘛免啊。川普无的确伊敢想，也过一定唔敢讲。民进党的立委赶紧出面来解说。不是因人设事，说谁爱谁就可以提名谁，要经过整个中执会的一个决议。蔡主席本来就对于提名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。民进党2022年提名办法已经确定啊，干嘛都团结拍赢眼前的12月18 4项公投，将是一项大考验。